今天全院会诊讨论患儿的手术方案。这是昨天晚上的超声的图像，先尖四腔看是一个完全性的房室沟缺损，这是房室斑的反流，压差有93，右心呢是稍微偏大一点，是有一个心衰的一个表现了。第一，它的肺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基本发育不良的表现，它整个肺的血管床、肺纹理它是紊乱的。第二个，同时有一些肺气肿的表现，有一些像这种马赛克的表现，说明它是有合并一些小气道的病变。然后这边呢又有一个肺动脉高压的病史，肺的血管网、血管床是阻力增高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孩子啊，能活到现在不容易的，为什么？不做手术，90%的小孩已经自然死亡了。他就是个烂兮兮的样子，能活到现在，他容易吗？啊，别人不容易啊，他花了80多万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这个父母我还是很尊敬他的，就为了一个孩子啊，他可以卖房子那种，这个父母非常不错。我们尽量给他搞好一点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梁翠欣你是慢肺专家，你把他接回来的，你接回来你要负责到底，你知道吧？站在那个医疗角度，我肯定希望是这个手术能够尽快的做掉它，因为现在肺部的情况确实也是比较糟糕的。下一步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第一可能稍微做一下控制这个肺炎。你别稍微控制到什么程度？你现在这个肺呢，我就认为是2个问题，第一个支气管肺发育不良，另外就是严重的肺炎。所以你说是稍微控制一下，你不要讲这个话。就是你到底要控制到什么程度，你一定要把它讲清楚。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肺部感染，只要病人他的利益得到最大化，就是我们无论什么科的医生最大的共同心愿。你现在这个上去做手术没有用的，就是做完你不上 ECMO 的话，他活不了，我估计连鸡都脱不了。所以说你又说怎么给我控制？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做的，我觉得我们要使个先进，再看看我们的检查结果，然后再调整方案。你把他感染先控制住，然后把他慢肺的情况评估好了，交给我，我保证他活，我保证他活。压力肯定还是有的，因为小孩本身他是一个早产，有一个肺的发育不良，然后又合并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炎。这个肺就等于是一个烂尾楼一样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它烂尾楼里面这些能用的房间，我们把它装修重新利用，然后再把它交回到外科的手里。